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伫咧波兰的首都华沙举行。这届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受到邀请出席，而且要发表专题演说，重塑全球民主供应链。这场会议上届特别的是国军现役将领，也就是这国防部前处室的处长谢日升伫另外一个场处，也和美国的退将进行晤谈。学者是认为讲，这也代表着台湾和波兰的外交有新的突破。 人伫波兰华沙，外交部长林佳龙收下乌克兰国会议员所送的点影书，内底一张的相片记录受战火破坏3年半的乌克兰景象，也来自波兰代表处也甲乌克兰基辅市签署绿色囡仔支持计划 MOU， 希望协助乌克兰民众早日重回正常的生活。台湾 has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like-minded partners. Such as Poland, the Czech Republic, Estonia, Lithuania, and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upport of Ukraine. 其实林佳龙此行到波兰是应邀出席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，要伫当地时间2到发表专题演说，谈重塑全球民主供应链。因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前访问欧洲，最后一站也是到波兰，甲波兰外长希科斯基会谈。至于林佳龙上来到访，被认为是两方中间新一波的外交攻防。事先就宣布，你等于说很明显的波兰他不担心，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抗议。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。另外，论坛也邀请咱现役将领、国防部前处室处长谢立升，伫亚洲战略基础建设的亚洲洞察场处内底，甲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，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布里德罗佛这人共台晤谈，甲以用比较震撼的看到。军事的合作或是交流，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环，是一个。蛮重要的一个，可能是比较新的发展。学者认为，台湾甲波兰伫面对中国甲罗西亚普什地带侵蚀扰乱有相关经验，应互相分享学习。而且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爆发以来，台波伫军事安全、科技上合作是愈来愈明显，凸显台波关系有实质突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